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16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苏比。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疾管署防疫搁再升级，对国外返来台湾的民众闹镜头就要进行检疫。船只公司号搁加70例，累积355例。台湾对日本的旅游警示无排除搁再升级。寒流过来啊！阴暗全台湾的温度会达到真明显，明仔暗到后日透早可能会到7度。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上新宣布，国内搁加2个武汉肺炎的病例，其中1个不幸死亡。第一个是中部60多岁查甫人，无出国过，1月27开始咳嗽，2月初3诊断是肺炎，2月15因为肺炎甲败血症死亡。第二个是第一个50多岁查甫亲人。61岁的男性，有 B 型肝炎及糖尿病的病史，无出国旅游史，亦非确诊病患之密切接触者。于1月27号出现咳嗽，2月3日因呼吸急促赴医院就医，诊断为肺炎。当日收治于负压加护病房治疗，个案于2月15日晚间因肺炎合并败血症死亡。新型冠状病毒全世界确诊的病例已经超过68000人。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上新的统计。中国有68589人确诊，1666个人死亡。台湾今仔日是增加2个病例，拢总20例。香港是加1个，拢总57例。日本疫情嘛是真严重。目前全球公司号有355例，日本本土56例，新加坡72例，泰国34例，韩国29例，马来西亚是22例。伫欧美国家，美国有15例，英国9例。同款是伫邮轮顶悬确诊的病例，美国邮轮威斯特丹号，美国一个查某乘客，将确诊伫船顶头一个武汉肺炎的病例，因为这只邮轮2月初捌来过高雄港。目前正在确认这个病例，迄当阵敢有落船。乘客上落船行动，2月初4至初5，捌停靠伫高雄港的美国邮轮威斯特丹号，15名美国女性乘客被确诊武汉肺炎后，高雄防疫各出现警报。目前是透过交通局这里，那在当日搭载这些游客的计程车这一边，我们会进行追踪。那也希望他们能够紧速的跟指定窗口这一边，那进行接触。那第二个就是进行必要的一些热点的查访。疾管署表示，目前由中央透过马来西亚向病例确认敢是落船过，并且厘清感染源敢是伫船顶，才会当确定疫情调查范围。不过，迄天有60多台计程车载了200多名游客，计程车司机下当先主动向疾管署汇报。高雄港务公司表示，迄天观察落船伫港区西乘客并无多。它虽然是1458个旅客，对不对？下来去游行去走的话，其实不多啦。隔天有19部游览车嘛，550个人哦，他们有旅行社嘛吼，但是隔天就不让他下来了。不过，也有港区服务业者讲，初时迄天无坐车离开的乘客，不少人伫港区烟花行动，包括十字库、金石码头等地点。疾管署表示，若确认船顶有无显性传染，港区室内营业场所会纳入疫情调查对象，室外是含免烦恼。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因为封面通过，中部以北早起有落雨，下晡封面离开了后，改做是打冷。不过冷空气会继续落南，气象局已经发布低温特报，阴暗全台湾的温度会落甲真明显。明仔暗甲后日透早可能会到7度。随着锋面远离，中部以北自下昼开始，雨就渐渐较停。不过刷落来有一波强度达到寒流等级的冷空气落南。拜一暗8、9点了后，全台会明显感受温度下降，会落到10度以下。拜一暗搁较冷，低温将会降到7度，空旷地区甚至会搁较低。最冷的时间是在明天礼拜1的深夜到礼拜2的清晨，预计在台南以北跟宜兰花莲温度会下探7度到11度哦。那空旷地区或许温度会再低一些。那南台湾跟
整个台东地区呢，低温也会来到12到15度哦。气温持续下降，气象局副局长陈明典伫面册打出，偏加斯受明显影响，气温一下降，会当讲是寒潮爆发，提醒民众快速降温，开破病。拜一上班日，全台高温会低过12度，民众会感受到真寒，并且继续到拜三的头早。那周三白天，北台湾高温就有机会慢慢回升到20度左右。那真正回温比较明显，预计是周4、周5之后。气象局继续针对北基桃、新竹、宜兰发布低温特报，来到非常寒冷的柑仔石灯号，会有继续10左右，也是以下低温发生。台南以北到苗栗、花莲、金门也已经发布寒冷的黄色灯号，提醒民众爱穿较少的，农作物甲水产养殖也要注意航海。记者综合报道。为着防止武汉肺炎的疫情更加严重，有的人互要求爱居家隔离，但是煞有人搁拍拍走，甚至失联。台北市长郭文哲是讲，若是无法度管制，就要用电子手铐。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认为讲无这个必要，但是若是刁工无守规矩，就会重罚。台北市长郭文哲颁奖感谢电会参与厂商，也结束今年的台北灯节。拄着武汉肺炎疫情期间，灯会顺利结束。也毋过郭文哲亲像无安尼来放松，因为还阁有未少被要求居家隔离，也是居家检疫的民众4回拍拍走。到15为止，台北市有24人被开罚，罚款为1万到7万不等。郭文哲更加讲，当会动用电子手铐，却引起争议。这个叫话语术啊！我说这个电子手铐，我大家就一听就觉得很不喜欢了。我要是说叫科技智慧手环，那大家就很高兴的接受。叫你隔离你就隔离，你隔离不在家隔离，出去这个我们就变成你是危险，对这个社区造成危险，那我们就要严罚了。国民党的烦恼社区防疫出现空棚，佮加上后礼拜2就要开学，若讲连幼稚园也踏入，台北市大约有28万的学生，校园要安全防疫成了一大挑战。国民党表示，市府会伫拜三开会讨论应变措施。新北市目前有3822个居家检疫，嘛有1人失联。对国民党提出的电子手铐，警政背景的新北市长侯友宜亲像无啥认同。如果有一些故意的不遵守规定，当然我们会采取比较强硬的措施，我们会采取重罚，甚至我们会给他公告，然后查缉。我刚刚这个都没有这个必要性啦。居家检疫跟一般的通缉要案是不一样的。侯友宜认为，居家检疫的人是配合政府政策，而且需要被关怀。为了减轻纾困，侯友宜也明确表态，无要等中央啊，伊提出6大原则，急速宽检保平，要求救新北市的经济产业。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太平一个姓林的民众，有中感学的旅游史，伫咧居家检疫的期间，煞走出去拍拍走，随互通报，是台中头一个犯法的人。内政部长徐国勇表示，居家检疫失联的会用通缉犯的规模来抓人。这个月14对上海返来台湾的一个查某人，被列做在家检疫对象，却是坐高铁来回高雄，遭到高雄市卫生局开发。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对此无同见解，而高雄市卫生局态度也变较保守。我想这一部分的话，绝对没有不同调的问题啦。那法条的部分是很明确的定在那边。那这个部分的一个法则，我们可能会循情依理，在他回家之前这一段呢，我们会斟酌办理。内政部长徐国勇明确指出，防疫政府是作践，对遐在家隔离也有隔离拍拍走，甚至失去联络民众，采取政府掠通缉犯规格来办理。对警方甲移民司的相关奖励甲加班费也绝对袂当算。我们会用最高规格、通缉犯的规格、重大行动的规格来协寻这一些居家检疫跟居家隔离的。本来你是可以自己在家，是除了不能出去以外，在家是很自由的。那你如果到了这个强制检疫所的话，那就不一样了。而台中市太平区15夜掠到一个姓林的民众，在家检疫期间四个拍拍走，违法不应出外，禁令犯法。打电话去以后，发觉这个人在外面，就紧急通知他一定要回家哈。就他大概延误了大概一个多小时以后，才从外面回来。那这个也是违反了我们居家检疫的规范。
台中市卫生局针对这4例的民众，会开出15万以下罚款，但是搁再违规就强制安置。卫生局强调，针对中港澳转来台湾民众甲学生生活所需要，拢有分工资源，也有照顾系统，民众一定要遵守相关的规定，保护家己也保护别人。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全台湾有300多间卫生所嘛开始徛命卖翠暗。新北市南口的卫生所透早就出现真侪人要来买。但是英国甲日本拢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的超级传播者，有医生指出，抵抗力较歹的中老年人风险较悬，要特别注意。天气冷天气，民众依然是真早就举雨伞，在南口卫生所外口排队等要买翠暗。工作人员在9点卖进前，一个一个收件簿卡，挂号买牌。不过也要求民众爱先量体温，用酒精消毒，大翠暗，才看到入去卫生所。有人就无符合规定，无法度入去买。要搁排队计程，大致上袂歹。9点一个到，民众顺利摕到翠暗。卫生所讲，15中昼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临时公布，早了卫生所就要开始卖，因迄天下晡就赶紧制定这个流程。我们知道那个政策之后呢，我们就昨天下午就开始研拟计划。那号码牌的话，就可以缩短说民众我们要过卡的作业时间。我们一边发号码牌之下，我们就会一边审核资料。翠暗是名字，全台有303间卫生所加入据点，每一间配250个，一天会使卖75000个，所该要求压力。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拖到世界真侪国家，英国有生理人，日本有客人车司机，拢是超级传播者。医师就提醒，抵抗力较歹的中老年人要特别注意，家己会成做这个病毒的传播者。超级传播者通常是病毒量高的人，他的咳嗽、讲话的飞沫里面的病毒量比较多。那再来一种情况呢，可能就是他的呼吸道的细胞呢，病毒比较喜欢。那目前以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来讲，似乎是中老年人呢的呼吸道细胞，它是比较喜欢的。看起来中老年，然后抵抗力比较差，是最可能的超级传播者的候选人。医生讲，一般疾病带患者上多会甲病毒喂互4个人，要果若是超级传播者，可能喂着10个人以上。亲像是公共便所、饲马桶的所在、水道头，也是市电梯、餐厅、桌椅，拢可能暗藏病毒。民众出入公共场所，爱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莫去喂着病毒。记者综合报道。听伫日本的邮轮宣召公主号各加70个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船顶已经累积355例。若是把这寡患者拢算入去，日本境内确诊人数就超过400人。根据外电报道，宣召公主号顶的3600名乘客甲船员，除了确诊病例留落来就医之外，其他人若讲检验结果是阴性，将会2月19开始分配落船。美国国务院派遣的包机也已经来到羽田机场台面接人，登去美国。因为先出现的其他死亡病例分别出现伫日本、香港、菲律宾，所以法国的病例是欧洲的第1个，也是亚洲以外的第1个武汉肺炎死亡的病例。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武汉肺炎疫情还阁继续在拖，新的病例超过2000人，累计超过68000多人，其中新的死亡病例有142人。伫这个时阵，中国同款咧安排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访问日本。中国官方媒体甲西方媒体，各有网络流传的疫情消息，嘛拢差真济。这段网络流传影片显示，进前员工启用讲10天就起好的火神山病院，原本应该用来收治大量疑似为着新型冠状病毒患者，却是因为工程品质无好，造成病房四界拢漏水，引发卫生的问题。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出，武汉当地有当病的患者到病院，却是找无病床，只好摕到家己做票据，伫厝内底向外口来喊救。也有中国网友向外界传出的影片，显示病院附近有小型巴士，一批一批来载走真侪尸体。外国媒体认为，武汉肺炎造成的死亡人数比中国政府所承认的较严重。不过，中国政府除了透过官方媒体播送武汉当地病院穿着防护衫的工作人员，甲无任何防护装备的民众，手牵手跳舞为民。记者综合报道。大家认真在防疫的时，网络上一直有人传空突破防疫的假消息。一个查某人昨日并且讲，伊伫武汉封城以后，开钱偷渡返来台湾。高雄警方当日追查。另外，刑事局嘛查到有人在教台商要安怎填假的入关资料，这个人目前已经被抓起来。
伫做面册社群大相款的文章，这个姓洪的查某人讲，家己伫武汉封城了后，开了15万块，请人协助走出来，并且偷渡返来台湾。文章随即互网友检举，利用这查某人讲会使斗相共的这查某人，也有人甲伊联络到。也毋过这查某人讲无种代志，高雄市卫生局已经请警方展开调查。如果它是假的话，那也触犯了相关在传媒方式法这边的一个规范，那可以处以新台币500万以下的罚款。那如果是真的话，那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大，甚至到偷渡这一部分的一个刑事责任。那高雄刑事局发现有网友伫 PTT 网站打对话截图，内容是甲中国大商写不实的检疫资料，闪骗防疫。这查甫人到案了后，讲是无经过纠正转团的，也毋过意外互依上法办。毋过为着方便中港澳地区的入境台湾也是转机，电子健康声明加在家检疫通知书也正式上线，用免写纸本。也毋过民众认为也无加外方便。应该有吧，就在等登机之前，就等登机的那段时间就先填。就算如果我没有用线上去申请去填那个资料表的话，他到飞机上他也是会再给你一张表去填。对，是纸卡，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没差。有台湾手机门号，并且扫一个 QR code 输入资料，接受信息之后就使摕到手机的凭证。伫通关的时阵摕出互看。疫情中心强调，不管纸本也是电子，若是写不实的资料，也是拒绝歪写，依法会设罚上悬15万块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武汉肺炎，大专院校延到3月初开学。根据统计，目前台中市市区的学校附近，阁有8000多间还未释出去的厝。有的厝头家为着要赶紧走出去来讲介绍，但是疫情只是短期的现象，主要嘛是因为讲无遐侪人要租。大学四周围的街路冷清清，也无啥人，因为学生啊伫休寒。一般在过年后开学前，原本拢会有学生来租厝。不过，即阵出现部分要租出去的厝，厝租落价。除了原本要租出去的厝以外，加上武汉肺炎疫情冲击，学生延后开学，有一寡厝头家拢落价咯。不一样，怎么到现在以前是可能过年后就几乎都满租了，为什么现在还没有？所以确实是有少数客户愿意，少数的房东会有这种想法，供给量变多，那需求没有变，甚至需求下滑现象，综合起来是有一定的影响，影响一定的关系。根据房屋业者对台中市市区各大专院校周边租厝市场所做统计，东海、逢甲、中兴、中高大、中科大这7间公私立大专院校，有超过8000多间要租人。其中台中科大附近要租人的上多，东海大学是厝租率上多，有4.4%。你旺季的时候你再补回来就好了，秋天都是这样200到200块，整年度只有6、7、8、9是旺季，其他都淡季。如果说你不想空的话，你最好降一些。房屋业者指出，台中市7间市区的公私立大专院校周边租厝行情，因为区位无同，影响因素毋若一项。过去大学的租厝市场常常有7%到8%的收入，也毋过即阵囡仔生少，厝要租人的真多，厝租拢落价。即摆因为疫情造成大学延后开学，也互租厝市场搁再受到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公司推出大戏《天桥顶的魔术师》，故事主要的场景是中华商场，但是商场已经拆了得要30年啊。剧组用超过600个人开8000多班，打造台剧史上上大的片场。预告片当中，已经会当看到中华商场永过繁华的模样。早已经跳掉消息的中华商场，28年了后，伫汐止原接关闭重建。公司推出基感级电视剧《天桥顶的魔术师》，改编有名作家吴明义的同名小说。为了彰显主要场面中华商场，剧组开8000万，找到2公顷的土地，打造台剧史上上大型的片场。为此，动员600人投入搭建甲电视，要找回时代气味，连日头照下的光影位置拢精算过。在拍摄上面，我们就不用太大的力气去经营，就是光源的设计。这东西也是一种省钱的设计啦。我们也运气也是很好，就是找到那块地方位基本上几乎跟中华商场的方位是一样的。考究细节找回失去的光阴，人工手的扛棒为了125个，人工手的泰路、抹石啊地板完全袂当凊彩。虽然会当省得省，也毋过1亿5500万的预算也是无够，所以提出向外界募资4800万计划，希望会当将戏剧质量做甲上好。
必须充分的运用搭景跟特效。我们怎么样能够累积人才跟经验，然后再跨出台剧升级的一小步？那这部戏是一个挑战。这出戏讲的是囡仔伫中华商场天桥顶甲魔术师的故事。原著小说伫几下国得到真大回响。要如何结合历史甲魔幻，以影像活灵活现的呈现，剧组拢表展览。记者综合报道。阿里山的樱花慢慢咧开啊，真侪人趁囡仔还阁咧歇寒，赛车就山去看樱花。上店街业者表示，原本过年期间生意无介好，但是目前台湾积极在防疫，有互阁较侪人敢出来佚佗。粉红色樱花伫日头下阁较妖娇，阿里山陆续有樱花开，游客无受到武汉肺炎疫情影响，脱掉喙暗，就山属新鲜的空气。户外不用戴口罩啊，不会担心疫情。不会，我们觉得台湾的疫情做得还不错。感觉现在天气是 OK 啊，蛮适合，而且我知道比较少人会过来啊，预防的都戴了就 OK 了。所以你们是从马来西亚？我是马来西亚人。停车场的轿车停半半，女所参与业者分析，游客团无来，加上学生延后2礼拜开学，不少咱国民众趁着周末假日，家己开车就山收樱花。另外，也有不少自由行线客专工来。陆客已经都不到阿里山这个地区来了。我们的这边的旅客呢，来自东南亚，甚至呢新加坡还有欧美国家的客源呢也相当的多。在宾馆的住房方面呢，我们这几天呢也都是满房的一个状态。是刚开始可能大家也怕，就没有出门，但是现在控制下来，人还是蛮多。客源就是台湾本岛这边的客人。阿里山樱花将伫3到4月份大开，业者认为台湾防疫积极，目前游客已经比过年期间回温。对于接落来2礼拜陆续假期的订房率，来客人数有信心。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下晡风面离开了后，转做是打冷，不过冷空气会继续落南。明仔暗到后日透早可能会到7度。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是9度到13度，中部地区是12度到17度，南部地区12度到19度。东部地区11度到17度，外岛地区是7度到15度。新闻的最后，带恁来俄罗斯看伫冰顶面骑脚踏车的比赛。感谢恁收看今仔日的下暗新闻，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